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阿 Ann 與阿 Lam 呢個頻道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一位粵劇名伶係粵劇界嘅巨匠佘皇蘇。佢從紅伶到革新編劇嘅傳奇之路。響清末嘅粵劇舞台上邊，有一位才華橫溢、引領風騷嘅藝術家，佢就係被稱為佘皇蘇嘅梁媛三啦。佘皇蘇不但只係當時最炙手可熱嘅花旦，更加係後嚟獨樹一幟嘅編劇大家。佢以佢嘅獨特嘅藝術魅力同埋不懈嘅創新精神，響粵劇史上面留下咗濃墨重彩嘅一筆。佘皇蘇以佢嘅絕美嘅扮相、深情嘅演繹，響粵劇界獨樹一幟。佢擅長閨秀戲，尤其係悲劇嘅角色，譬如《玉堂春》裏面嘅蘇三，同埋佢傾力詮釋嘅林黛玉，成為咗無數戲迷心裏面嘅經典。響演繹林黛玉嘅時候，佢獨創嘅鮮花法更加係令人嘆為觀止。無論係焚稿嘅哀怨，定係歸天嘅絕望，都通過佢嗰個獨一無二嘅腔韻同埋精湛嘅演技，演繹得淋漓盡致，贏得咗初鳳清于、老鳳聲嘅美譽。隨住時代嘅變遷，革命思潮湧動，粵劇亦都面臨咗改革嘅迫切需要。佘皇蘇呢位具有前瞻眼光嘅藝術家，毅然決定投身於粵劇嘅革新之中。佢不再滿足於傳統戲碼嘅束縛，而係自組維新劇社，親自操刀編劇，力求為粵劇注入新嘅活力。佢創作嘅《歸留學港》呢啲劇目，不僅內容新穎，更加包含住維新變法嘅思想，展現咗佢對於粵劇未來嘅深刻思考同埋堅定嘅信念。隨住年歲嘅增長，佘皇蘇就逐漸淡出舞台啦，轉而專注於編劇嘅工作。佢編寫嘅劇本不但數量多，而且都係質量上乘，譬如《竹華年》《周豐年》等等佳作，為後嚟嘅粵劇演員提供咗豐富嘅演出素材。佢編寫嘅劇本不但止內容豐富、情節緊湊，而且充滿咗革命性同埋時代感，比起傳統嘅忠孝節義戲更加有吸引力。響編寫嘅過程裏邊，佘皇蘇仲親自為演員講解劇情、傳授技藝，令到佢所編嘅劇目喺舞台上面得到完美嘅展現。儘管佘皇蘇喺編劇方面有住非凡嘅才華，但係佢都深知自己嘅不足。喺撰寫曲白嘅時候，佢坦誠咁樣話自己並非此道嘅高手。於是佢就邀請咗報人李孟哲代為執筆啦。兩個人嘅合作，令到佘皇蘇嘅劇本喺保持傳統粵劇韻味嘅同時，又融入咗新嘅文學元素同埋時代氣息。呢種開放合作嘅態度，不但只成就咗佢個人嘅藝術事業，亦都為粵劇嘅革新發展注入咗新嘅動力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雖然佘皇蘇已經逐漸淡出咗我哋嘅視線，但係佢所留低嘅作品同埋精神，就永遠鐫刻響粵劇嘅歷史長河裏邊。佢作為一位從紅伶到編劇嘅傳奇人物，不單止為粵劇帶嚟咗新嘅生機同埋活力，更加為後嚟嘅藝術家樹立咗榜樣同埋標杆。佢嘅故事同埋作品將永遠咁激勵住後人不斷前行，勇於創新。好，佘皇蘇就介紹到呢一度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記得訂閱啦，拜拜。